新台病院外科部医师薛元宇的研究团队发现，如果对受伤的神经元端持续1礼拜的电刺激，短期会用减缓神经肌肉结合处的退化加肌肉萎缩，长期则是会促进神经肌肉结合处的再生加肌肉功能的恢复。该项的研究不但伫2020年被刊登伫国际期刊，而且这项的研究系统的开发，还佫得到去年国家学术研究新创奖，对着未来周边神经功能恢复有真大的帮助。传统的电刺激都是只有刺激原来的神经，但是我们这个东西，因为神经里面的那个神经素其实很多，那大小的也不一样，传导速度也不一样，所以我们经由我们的一些优化的参数之后，最主要就是在刺激神经，单纯是神经到肌肉的交界的这个地方，它有一些特殊的神经，然后让它的这些神经的一些刺激的这些因子可以释放。那这个释放之后呢，它会活化这个肌肉里面的一个干细胞，然后让它刺激它产生更多的肌肉的再生，以及它的这些血管的一些增生，那达到说整个功能的这个恢复。未来它的这个应用范围就是非常广，除了外伤所造成的这些神经到肌肉这些交界的这些受伤，那包括说肿瘤，那或者是一些这些慢性的这些神经的损伤，那所造成的这些肌肉啦，或是感觉的这些萎缩，都有它的帮助。目前研究团队正进一步研发植入式的电刺激装置，希望会用增进神经肌肉系统的再生甲功能的恢复，同时还佫进一步优化电刺激模组的参数。目前已经伫动物实验验证临床前的疗效甲安全性。未来等待人体临床的实验，希望对着临床周边神经受损甲肌肉再生不良的患者有帮助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